阿贵下这高早大家平安。咱来团练今仔透早要唱的诗歌，第一首是184首，上帝请堂哪会遐大？先看琴大，望咱大一摆。真熟的一条圣诗吼，应该无困难。透早先甲声放出来吼，安尼等下唱起来，较会水，声较会水吼。第一站，上帝跳堂那为下堂，我一起乐我，因我比比雪花浪，我个比我，因为我在。心听我的为的不许，为不许受到奴役，为不许你高兴心。第二站，耶稣的那位下亲，充满你我心。第二首是342首，请来祝金光。这首咱较无听过吼，请琴弹一摆。342首。四心，来，下来所金刚，并且是在世界去力量的关心，我欢迎同在。咱先较慢的，好，搁一摆第一站。下来做金刚，并且是在世界与力量的关心，我欢迎同在。第一站搁一摆，下来做金刚，并且是在世界与力量的关心，我欢迎同在。第二站，与力量就金刚，并且颂扬灵魂与力量的关心。我愿的开音。好，咱
咱联系到这，有带手机啊，请咱关机，也是关做震动，就啥。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三角的吟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位遐大？请咱起立。
大家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参加来启应文第10篇，诗篇27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着吞食我。虽然大军阵营包围，虽然对着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
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得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着信靠上主，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上帝，感谢你用慈悲、仁爱和宽待阮，互阮无因为罪的缘故来灭亡。恳求主耶稣基督的真光照入阮的内心，用阮通行伫上帝面前来悔改。求你也赦免阮言行举止无合你心意的罪。伫阮悔改认罪了后，求主使阮有新的气力来离开罪，无搁犯错。愿你予阮有换心正直的心，单单自信伫主耶稣的身上。总做阮生命的主上帝，感谢你恩典来竞选阮，诚做你的儿女，你差遣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体做阮的模样，予阮通领受你的呼召，活出基督样式的生命。毋但伫今世做上帝国的见证，阁予阮有永生的愿望。上主活命的主上帝，你无看轻阮卑微阁软弱，你爱阮温群为你做工，求你感动阮有甘愿服侍的心，也求圣神感动引带阮行阮该行的道路。互阮伫逐款的环境中，不断来仰望你，听候上帝的指示来动工。当阮信心软弱的时，恳求你，互阮经历基督的恩典，通回应顺服你的呼召。阮的生命的故事，诚做甲伫基督同行的故事。也互人会通对阮的生命中看见基督，诚做正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赞美，圣乐队要用诗歌平安带领咱来敬拜。
三甲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4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总是迄个捌受过痛苦的地，袂阁再有黑暗。以前西布伦的地，甲拿弗他利的地受看轻。毋久将来，即个地区沿地中海的路到约旦河外，甚至到外族的加利利，拢会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赠礼品的快乐。因为你有拍碎因在背的担，讲断因镜头顶的棍，压制压迫者的边，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昔日。愿上帝话赐予听伊的话，佮遵行伊的话的人。讲到张节牧师所要讲的题目：黑暗中的光芒。请咱同心来祈祷。上主光芒的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主，阮知，阮的一切拢是对你来上诉。无论阮的人生拄着啥物，你拢一直甲阮相同行。主，即时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愿你陪伴阮正人的心，通互阮会当领受对你来的话语，也互讲的甲听的人同齐得到利益。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搁含大家三甲组织伫遮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咱敢知影，咱台湾人有一个能力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吼。厉害到我感觉全世界可能无偌济人会当亲像咱台湾人安尼。咱台湾人的谐音梗非常厉害。大家知影谐音梗是啥物货无？吼，咱台湾人其实足接会晓用迄种吼音足相像的字，啊，伫遐来讲算笑。譬如讲咧，我有一摆吼受邀请去会友兜食饭，啊，迄个主人哦真欢喜，就甲我讲，迄个时阵我是团队哦，团队啊，莫客气哈，莫客气，莫客气，安尼我是爱食还是莫食？我硬起来的时阵就讲，我看要讲莫客气呢。吼，这是咱台湾人足厉害的谐音梗吼。啊，而且即马台湾人，迄个谐音梗的能力已经无限制伫中文甲台语啊，日本话、韩国话拢会当来做谐音梗。我有一摆看到一间店，伊的扛棒写寿德斯，寿德斯，啊，要卖啥？嘿，咧卖寿司的，吼。啊，过来，我前一阵啊，伫网络顶面看到一领衫，我实在是足介意的。但是这可能罕得有人会晓吼，伊是用韩文写的。啊，伊写啥呢？勉强看一下，我看大家嘛拢袂晓，袂要紧，我念互大家听。这是韩语吼，拍你当高小人。这伫网络有咧卖哦，我真正有买着。我看到这领衫的时阵，哇！我感觉这种趣味的竟然有安尼哦，那一系列出了很多。啊！但是我看到这领衫的时候，我感觉足趣味的，而且伊搁做红色的，敢若过年的时阵，呀，过年感觉转去厝里真有压力的，当买这领来穿哦，那是互年轻人的啊吼。我看到这领衫的时阵，我也感觉真趣味。歹年当搞笑人，咱讲台语的人拢知影这啥物意思对无？吼，咱日子无好过的时阵，咱拢会特别感觉奇怪的人，甲奇怪的字拢特别多。那安尼想要问大家吼，咱的2020年拄啊开始，搁来马年嘛伫要到啊，对无？
咱感觉过来即年会是好年还是歹年咧？好年哦！啊，前一阵哦，咱台湾乱七八糟的时阵，咱感觉是好年还是歹年咧？哦，嘛拢好年哦，感谢主，大家非常的乐观，真好吼。总是有诶时阵，对一寡人来讲，可能感觉是歹年吧。尤其是当伊所愿望诶代志拢无法度照伊家己所想象诶，还是伊大环境诶变化，伊对袂着，互伊感觉生活诶压力，特别喘袂过诶时，可能对某一寡人来讲，迄是歹年冬。伫今仔日咱所读诶即段以赛亚书，对即个时阵诶犹大百姓，也是以色列百姓来讲，敢若好年过了差不多，进入歹年。先知以赛亚，伊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吼，伊受调来做先知的是乌西亚王过身迄当。乌西亚王甲伊的囝约坦王，通讲是南国少数吼受上帝肯定，讲有照上帝心意来行的王。所以因爸仔囝在即前的时代嘛，算是迄当阵经济发展也真好势的年代。总是即对敬畏上帝的爸仔囝过身了后，孙仔吼亚哈斯王继续起来做王了后，就无阁亲像老爸甲阿公安尼来敬拜上帝。然后国家的气氛甲整个政治的局势嘛开始了了咧改变。咱在后来以色列分做南北两国嘛，南国是犹大国，北边咧是以色列10个支派所组成的以色列国。然后咧，迄个时阵咧，北边以色列拢会一直想要甲南边架落来，我们要统一，犹大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但你来食南国犹大咧，伊个会去招厝边隔壁做伙来吼。厝边隔壁，比如阿兰王啊，还是北边个亚述帝国开始咧兴起，伊会邀请其他的国家做伙来攻击南国犹大。迄个时阵呢，亚述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咧，伊的武力吼，伊的军队愈来愈强盛，愈来愈强盛，也开始豆豆就甲北边架落来。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第一节，讲到西布伦甲拿弗他利即两个地区受看轻。即个受看轻哦，就是拄啊好伫亚哈斯王伊咧做王的时啊，亚述帝国发展起来啊，然后就甲即两个支派所大的地区甲遮去啊，变做伊的附庸国吼，伊的行政地区的一部分。然后咧，搁后面搁讲到。沿海的地区到约旦河外，甚至到外族加利利吼，就是为海一直到东边安尼过，到约旦河的东岸遐，嘛是小看我北边迄所在迄搭遐，嘛拢渐渐互亚述帝国食落来。所以，弟姊妹，你来想哦，你的厝边隔壁迄个国家含你相连做伙，说实啦，咱台南是独立的国家，说实吼。说实咱台南是独立的国家，然后你看到台北互阿强食伊啊，食来到台中啊，即个时阵咱的感受会安怎呢？我想迄当阵政治局势的变化，毋但对北国以色列来讲产生影响，南国又嘛共款受到影响，互遮个遐个百姓开始感觉到惊吓。开始感觉到我的未来伫倒位？我敢真正互上帝放肆啦？我毋是上帝的百姓吗？上帝毋是拣选阮以色列人要来做伊的百姓吗？即马阮哪会变做是亚述帝国的子民，而且佫毋是一般公民呢？佫不是一等公民呢？安尼我的未来伫倒位？所以，迄当阵的以色列百姓，因开始面对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就豆豆也进入甲灵性的黑暗。那咱向前差不多为第8章开始看，就看会到讲迄个当阵的百姓开始出现去找神明、求神问卜的动作，比如讲，用咱台湾人的风俗来讲像去看梦啊。
找动机啊，找倒头啊，来收惊啊、解运啊，遮个代志开始渐渐啊咧发生。伫因咧面对乱七八糟的外在环境的时，这是因想会到会当度过歹年冬的方法，去追求大众的生命。所以咱搁倒一遍来想哦，咱搁来即个新的年度，咱甲头前的路是光明还是黑暗？是好年冬还是歹年冬呢？当我咧看即段圣经在的时阵，有小可想起迄当阵25年还是24年国会开始在乱的时阵，哇！迄个台湾的局势，可能你会真正感觉了啊有黑暗，了啊有黑暗的感觉。然后咧，迄当阵佫拄啊好，咱伫遐咧支持青鸟活动的时阵，拄啊好碰到阮爸爸身体开始走下坡我着随时爱被办心要来办告别式。所以迄当阵对我来讲，敢若真正有较黑暗小可。但是咱讲到黑暗的时阵我搁咧想，伫我咧读一段圣经在看到后面，搁开始讲到黑暗中的百姓。我伫咧思考黑暗中的百姓的时，我想起阮伫神学院老师捌讲过的一个概念。即个概念我无法度讲甲真好，因为我古早就袂爱读册。伊讲黑暗是啥物？黑暗是无光。黑暗毋是一个物件，黑暗是无光的状态。所以我把电火一拍一拍一拍甲切起来，咱就会感觉愈来愈暗，对无？因为光伊是一个物质，光是伊是一种能量。你若用物件甲伊炸起来，互你甲即个光的能量隔离的时阵，你就会感觉暗。你隔离的愈侪，隔绝的越多，你就会感觉愈来愈暗。像即马电火若总切起来了后，外面阁有日头，对无？小可暗，总是有完有光，因为咱无甲伊全部拢盖起来。但是咱若甲每一个咱这个隔光窗帘拢甲炸起来的时阵，咱的礼拜堂就会变成黑暗的。然后你阁甲你的目睭皮阁盖起来，又多了一层的隔绝。你就会感觉愈来愈暗，所以黑暗是失去光的状态。那安尼，这个踮伫黑暗中的百姓，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是光离开因，还是因离开光呢？那咱感觉到人生进入黑暗，是咱进入黑暗，是咱离开光，还是光离开咱呢？伫圣经内底常常会用光来譬喻上帝的权能，也会譬喻基督的救恩所以，若咱感觉人生黑暗的时，到底是上帝离开咱，还是咱离开上帝呢？我感觉这值得咱思考当咱感觉到黑暗的时，到底是上帝离开咱，所以这拍火、这个光离开咱，还是咱离开上帝？真侪时阵人伫咧艰苦的时，拢会感觉是上帝离开咱，敢毋是？拢会开始想，我是毋是做啥物失德代，所以上帝才会安尼来处罚我？当咱安尼想的时阵，敢毋是伫咧想讲上帝会听离开我吗？上帝迄听的光离开我，所以我的人生变作黑暗。甚至伫即种感受下面，感觉黑暗的时，咱就会开始感觉真孤单。孤单了后，咱会惊，会惊了后，咱会开始受气。是安怎甲我变作安尼？受气了后呢，就想要和上帝对抗。然后就会亲像以色列人共款，去做别条路来行看觅的。咱人定定拢会是安尼。总是若用历史来看的话，其实定定是咱人离开上帝呢。上帝用伊的光照光咱头前的道路，但是人有一个足奇怪的特性，
拢想要去试看卖。比如讲，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讲，啥物物件你拢会通食，独迄丛树仔的果子你毋通食，啊人安怎？哦，你叫我莫食是无？哦，我想要来试看卖的，对无？大家拢有试过囡仔，拢知影吼，囡仔就是有即个特质。你甲伊讲，莫阁安怎，伊就安怎？我甲做看卖。伊个插头会甲你电着哦，你手澹澹，毋通迄甲摸。想要来摸看卖好。伊个电蚊拍会电人哦，你看啊，网啊弄着是毋是死翘翘？安尼我要来摸看卖。迄个兄的地骨哦，足烧的，你毋通去摸啊，无你会烫着。我想要来摸看卖。哦，尤其是囡仔，你甲伊讲，物件莫等咧涂骹，然后涂骹就会安怎？四界拢物件，奇怪哦。借我抱怨一下吼，当事人不知道有没有在场？阮兜吼，我若讲哦，拜托恁离开房间，离开便所，电火爱关起来。奇怪呢，甲伊讲爱做啥就安怎，无爱做。叫你莫做啥？当然要做，叫你爱关电火，奇怪咧，电火永远拢是我咧关，足奇怪，真正足奇怪。啊，问因三个，恁倒一个人无关电火，因拢讲对方无关电火。哇，人足奇怪，就是甲你讲遮有一条路，请你伫遮行，无爱。啊，甲你讲边仔迄个路毋通行，请你莫过。啊，我就是要过。人真正足奇怪，足介意拢，我想要家己试看卖的。想要家己来看我会当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咱就伫安尼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地离开上帝光照的范围，然后进入到黑暗的内底，愈来愈暗，愈来愈暗，离上帝愈来愈远，愈来愈远。当人甲上帝关系结断隔离的时，这就是罪啊，敢毋是？当人伫迄个黑暗当中，伫遐挣扎，伫遐痛苦，甚至咧拜怨上帝，讲上帝，你的光哪会无对过来？咱敢会安尼？上帝，你的光哪会无对过来？你是安怎放我一个人伫黑暗当中？总是兄弟姊妹，咱认真来看吼，伫历史上定定拢是人先离开上帝，毋是上帝先离开人。伫特别人离开上帝的时，上帝拢会用各种的方法呼召人活倒转，敢毋是？上帝定定咧甲因提醒我的约，我甲恁所立的约要煞到永远，我的慈爱也是煞到永远。上帝拢咧等待人回转活倒转来看伊，总是人拢足奇怪的，足爱行为家己欢喜的路，离开上帝的光照，然后进入黑暗了。才伫遐咧，家己切起，伫遐咧反悔，然后伫遐黑暗挣扎的时阵，就像迄人啊，落在水底饮水共款，你会愈来愈想要挣扎，然后你就会哪落哪深，愈想要靠家己的力量为顶面爬的时阵，就会感觉敢若受到一个力量的吸引，愈沉愈落去。这就是人，这也是咱的罪性。这也是咱的软弱，敢毋是？总是上帝恩典教育咱用。上帝深知伊所创造的人，有的时阵就是遮尔啊的背景。伊知影伊所创造的人，足介意冒险的，足介意家己试看卖，所以伊定定伫历史中通过无共款的人，竞选无共款的人。来呼召行毋对路的人，活倒转来归向伊。甲遐个行毋对路的人，甲因讲上帝的路伫倒位？你好亲像人行毋对路伫山顶，爬山行毋对路，毋知影米伫倒找无路的时，日头搁落山，身躯边搁无炸装备。上帝所呼召遐个路卜，无论是过去的士师，还是先知。就亲像遐个救难队员共款，开一个手电，伫黑暗中找找人。当伊的光照着迄个走袂路的人的时，伊就会甲伊引带甲转来正确的路顶面。
所以伫历史上，咱通看见上帝伫过去士师的时代有兴起士师，过来的时代也兴起无共款的先知，来呼召每一遍行毋知路的人，行毋知路的百姓，甲因讲，转来吧，上帝的路伫遮。所以伫迄当阵，以赛亚先知服侍的过去乌西亚王也好，还是约旦王即两个敬拜先知的王离开了后，整个国家豆豆啊离开上帝光照的路。伫迄点，上帝呼召以赛亚来为黑暗中的百姓发出上帝的呼召。所以以赛亚先知伫遐宣告讲：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你甲因讲，恁感觉恁的人生真悲惨，恁感觉即个局势真悲惨，恁感觉真黑暗。但是我甲你讲，无，上帝的光要照恁。上帝的话就亲像咱讲的一般种光哦，伊是有能量的。当一片黑暗的时，只要有一把火点起来，迄个黑暗就散开。这个黑暗，这个光会当互黑暗中的百姓重新看见上帝的路，互因找到正确的路，会当活倒转来，就亲像救难队员找到行迷路的人共款。光照着因了，因看会到路，因就知影要安怎行。所以，当人若受因带行倒转来到上帝的光照内底，伊就会重新得到快乐。所以第3节讲啊，上帝要互因的国家过一摆强盛，互因有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要欢喜快乐，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赠礼品的快乐。兄弟姊妹，伊所因讲的遮的欢喜甲快乐，拢毋是白白雄雄走出来。要收割进前爱有啥？爱有种植啊！有的时阵在种植啊！以前我住伫庄脚，虽然我无种植吼，但是住伫庄脚的时，拢爱定定为着遮个做事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爱为着迄当的雨水来祈祷。虽然咱台湾的农业真发达，总是永远都爱看天啊。因为落雨落甲无着时的时阵吼，就是灾害啊。该落的时阵毋落，毋该落的时阵拢无落，哇，迄嘛是一种灾害啊。所以，伫即个要收割的过程，收割进前迄段等待的时间，迄段时间爱去捧田，爱去饮水，爱去野肥，爱去割草啊。迄段时间可能会感觉毋知影未来会怎样，毋知影我即边安尼种植种落了，我有收会转来抑无？伫迄个过程，迄个等待可能对某一寡较有压力的家庭来讲，迄嘛是一种的黑暗。总是上帝的光照因的事，经过头前的征战，经过头前的种植，上帝的快乐，上帝的恩典临到光照的时阵，咱就会当去经验着收割的欢喜，甲分赠礼品的快乐。人生得到快乐的人，毋但会当行。毋但会当脱离黑暗，毋但会当找到路，阁会当有欢喜的领受。所以，因为上帝大权能的扶持，因就会当无阁对北平的威胁产生惊吓。上帝会当拍碎一切压迫因的，像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时一样。好，则讲到米甸吼，米甸就是咧指啊，士师时代咱有讲基甸300勇士，知无？哦，迄阵因咧对抗的就是米甸人。迄个时阵，因拢感觉家己无救啊。就算伫基甸伊受呼召的时，伊嘛无相信上帝真正会帮助伊，搁伫遐甲上帝讨价还价吼。啊，无你甲我甲即堆羊毛用我担，用我担了，搁讲啊，无你甲伊用我打。啊！伫遐摕来摕去，摕来摕去，伫遐甲上帝伫遐发拍拉肯发骨力摆了，伊才真正顺服上帝的带领。然后用少少的300个人，竟然就赢过米甸的军队。是安怎即个阵要讲到米甸哦？真趣味哦！伫迄边的战争当中，伫迄边去攻打米甸人的时，
拄啊好就是有西布伦甲拿弗他利两个支派伫遐来参与。所以啊，上帝伫遮咧讲的是，一开始讲到西布伦甲拿弗他利受人看轻，总是后面佫讲到米甸的胜利啊，米甸的拍碎米甸迄阵共款，就是咧甲因提醒啊。过去恁的祖先怎样受压迫，后来佫怎样受上帝的扶持，赢过一切的压迫。今仔日咱犹原共款，会当受到上帝即款的扶持，去赢过现在压迫咱的对手。上帝安尼是要通过先知的嘴来鼓励遮的百姓。过去上帝的救恩怎样，如今上帝的救恩也怎样。过去上帝会当一摆搁一摆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同款也要一摆搁一摆拯救现在活伫2026年的咱每一个人。上帝的话，比古早甲现在拢是大有能力的。伫创造世界的时，圣经讲第四混沌要未成形，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迄个时阵啊，上帝讲着有光就有光，所以咱通来想象迄个画面哦，一片乌暗，看袂清楚，毋知影生做怎样的世界。上帝讲着有光，就有光的时阵，迄个光拍入来了后，一切就开始改变，顺序开始出现，时间开始出现，然后万项事拢照上帝的时间甲旨意，一项一项一项来完成。开始有生命，开始有活命，开始有快乐，然后开始有愿望，然后人就会当经验迄个丰收。伫历史当中，遮个代志嘛，拢一直咧发生，敢毋是？尤其是伫最近吼，阮咧搬厝，开始咧要准备搬厝。我过去对即种的画面，拢感觉真抽象。但是吼，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然后一片混沌内底有光照入来，是啥物感觉？我伫即段时间咧搬厝，真有体会。是安怎讲吼？伫厝内有幼囡仔的过程吼。要互厝内会当安尼足整齐、清清气气，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尤其是我即摆咧收物件，对无？哇，真无简单！我感觉我甲客厅的物件收了啊！哇，囡仔放学，哇，升几验了，哇，又变成地势一片混沌啊！我的地面就搁变做一片混沌啊！你知无？我本地家己收甲清清气气，所有的物件拢收入去箱仔内底，拢藏起来，好啊！我看会到我的涂骹真清气，还佫家己撸过，佫清过。只要囡仔转来，伊就佫变做一片混沌啊！你会搭着啥？你拢毋知。啊，但是咧，什么时阵佫较严重？囡仔拢无守着自伊去困，然后大人也佫无时间收电火甲切起来的时阵。迄个时阵呢，房间内底是一片黑暗，哇！你会搭着啥？你真正拢毋知。伫黑暗中呢，你就会向的了解台语所讲的脱界是啥物，你知无？脱着的阻碍啊！我伫阮兜电话吹起来，黑暗暗的时阵，就定定拄着脱界啊！无就脱着这，无就脱着迄，啊无就搭着这，啊无就搭着迄，吼！每天脚底健康按摩，你知无？然后脱界这个物件。哦，我感觉这个物件有声呢，毋仅是踢着的阻碍，踢着佫会哀呢，踢着啊，安尼，哇！当你感觉一片混沌的时阵，电火甲拍互开，虽然犹原是真混乱，总是咱看会到物件，敢毋是？咱会伫即片混乱当中，因为有光照，咱看会清楚，咱就找会到路，你就知影啊，才有一粒乐高。甲闪过啊！遐有一台玩具车，甲闪过啊！才搁堆一堆物件，甲闪过。然后看会清物件伫倒位了，咱就知影要怎样开始收啊！即堆是积木，甲伊带转去积木的厝；迄堆是车，甲伊带转去车库；即堆是乐高，甲伊收转去乐高的溪啊！伫光照的下面，看会着路，看会着特殊。然后咱就会当互所有的物件转去甲伊应该爱转去的所在，
迄只的节奏，才会特殊，会互咱伫本来无好行的所在，也会当豆豆啊整理出一条路。所以咱的人生嘛是安尼，敢毋是？咱的人生会定定拄着真侪的混乱，无论是经济的混乱、政治的混乱，还是咱家庭本身的混乱，甚至是咱健康的混乱，亲像昨一个无意中毋知影是安怎熊啊，我的脚就举起来咧疼，足侪人看着讲，哈，你怎么变成企鹅了？毋是我要变企鹅，总是就是有诶时阵会有一寡的混乱，熊来发生。混乱无代表咱离开上帝的保守啊，敢毋是？就亲像阮兜虽然真乱，总是只要有光照，拢会当找有着路，会当继续向前行。人生也共款，虽然拄着混乱，总是只要咱牵调伫上帝，拢会有路，会当继续向前行。上帝是光照咱的时，咱就会当看见伊的引带。当咱停落来，豆豆啊观看，咱就会看见上帝的指示，啥物物件该收，啥物物件该等。咱家己内在嘛共款啊，啥物款的个性需要调整，啥物款的念头需要修改，啥物款的歹习惯需要放下。上帝光照咱的时，也会当帮助咱豆豆啊整理出一条路，然后会当继续向前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敢毋是？得知咱人是遮尔啊有罪性，很喜欢做自己，啊，定定无小心就行离开上帝的光照，进入到黑暗。总是上帝的话会来敲找咱，就亲像上帝派出先知来敲找行失的鸳鸯共款。上帝会不断敲找咱，互伊的光来光照咱，带咱转来甲伊的路，然后咱就会当豆豆啊整理，豆豆啊重新来建造咱家己的心，重新来为着咱家己来征战，然后咱就会当领受着丰收凯旋的喜乐甲愿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毋知影过来，咱感觉头前的路是光还是暗？即当是好年冬还是歹年冬？总是想要鼓励众兄弟姊妹，无论咱感觉咱的环境是一片的混沌，还是光明搁整齐，是好年冬还是歹年冬？不管是伫顺境还是伫逆境，愿咱拢会当倚靠上帝的话语，伫伊光的带领内面，来迎接愿望丰收的快乐。咱同齐来祈祷。掌管世间万物的主，阮感谢你。阮知一切拢在伫你的手中，阮也知万项事拢有伊的时。无论是阮伫欢喜的时，伫艰苦的时，是迎接丰收的时，还是面对孤单的时，伫光明的时，也是伫混乱黑暗的时，你的心拢甲阮同在。主啊，求你不时来提醒阮。当阮走迷路，当阮无小心离开你的光照，当阮受困伫黑暗当中的时，愿你找你的信心来敲找阮，互阮看见你的光，互阮受你的光的引带，就会当搁一摆倒转来你所为阮备办的道路顶面，互阮会当同齐甲你相徛起，甲你的信心相同行，阮就会当看见你为阮备办一条丰盛、搁奇妙、充满你恩典的道路，互阮无论伫困境当中，伫山顶还是伫山谷，拢会当看见上帝你美好的引带。伫每一个无共款的风景下面，伫青翠的草坡，也是伫死荫的山谷，拢会当看见上帝你的疼甲阮相同行。当阮活倒转来看的时，阮就会看见阮一路行过，伊恩典的油所滴落来，每一个恩典的记号。互阮到伫你面前的时，阮会当欢喜领受你为阮所备办活命的免流。主，愿你来使阮引带阮，通互阮来面对人生每一个挑战。阮伫新的年，
带着你所应允的平安，所应允的快乐，会当喜乐向前来跑走阮头前的路站。愿你是阮伫每一个听你的话、搁去行的人，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上帝话，三甲来吟圣诗342首，请来主真光。这位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
请坐。咱做伙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即礼拜过来即礼拜圣经学堂的进度应该毋是这，应该毋是即页吼。咱继续下一页。好，咱即礼拜圣经学堂的是咱踮伫遮最后一摆踮伫线顶的圣经学堂吼。所以即礼拜若是咱参加圣经学堂到结束的时阵，有想要甲我有小组内面，你会当踮伫8:45，就是牧师分享结束的时阵，加入踮伫即个连结中间吼，咱会当最后踮伫遐有一段分享的时间吼。好，过来咱华语堂的敬拜团继续咧邀请新的同工，所以如果有意愿要参与踮伫敬拜的服侍，会当甲办公室这边来做报名好。好，过来今日礼拜四，咱会当开始来领取新年度的春联，所以欢迎咱会当踮伫咱教育大楼边仔遮来摕春联吼。第4项1月份到3月份，新港讲读经嘛已经送到位啊，所以若要继续踮伫即个读经进度，欢迎咱会当继续来领取。好具体关怀咱感谢主的恩典，韩云甲尼克吼，因得到一个查某囝愿上帝祝福踮伫因的家庭中间吼。过来，咱也踮伫昨有特别为了校园长老举行教会总的个别礼拜。今仔日校园长老的家属也踮伫咱中间，要向咱来致谢吼，就请因做伙起立，愿咱踮伫祈祷中间，继续关心甲为着因的家族来代祷吼。好，请坐。好今仔日我有看到拄退休的黄锡群牧师甲黄必满牧师来到伫咱中间吼，伊踮伫遐正面遐吼，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吼。讲正月份拄退休，所以愿上帝继续带领因退休了的生活甲服侍吼。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煞接，请咱大家做伙读2摆。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以赛亚书9章20，请咱做伙读2摆，请。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以赛亚书9章20，搁一摆。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以赛亚书9章20，三甲的音祝福册经诗，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感动甲扶持，互恁众人行伫上帝的大光，来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见证上帝的恩典，对即时到永世大保证。阿门。